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0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先先到厝台头先就来报现在。小可解除封锁了后，伫台北市的电影院甲健身房拢传出着确诊者去行过行踪，目前业者也拢停业进行大消毒。宏泰烟花威胁到北台湾，上计伫明仔载发布海上警报。劳动部也讲，劳资若准协定是伫咧厝内上班，劳工就袂当放宏泰假。讲到咱台湾去到东京奥运比赛，选手大的饭店等级比官员更加歹。地主因发文解释讲，饭店伫球场正经是小可的安排。节目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8个本土病例，6个带病入境，另外也有4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疫情是会当控制，若准无出现大规模的群聚，后礼拜可能会当放零一部分的防疫管制。另外，讲到宏泰烟花伫要来啊，若准即个来停班停课，本地是登记要去做疫苗民众，会当甲权益保留到后一季。新冠本土疫情，20新增加18例本土的病例，个案的分布以台北市7例上侪，过来是新北市6例，基隆市3例，也那桃园市是2例。虽然个案数少，那我想应该要把相关的疫调能够做得更完整做得更完整。那确实整个趋势图来看那情形还是相对的，这疫情应该是可以控制的。另外嘛，新增加4个死亡的个案，大部分拢有慢性病病史，其中暗号15531是一个60多岁的妇人人，住伫上北地区，本身有高血压甲中风的病史。7月中发病，2天了后雄雄唔知人，心跳阁动点，紧急送病院急救。因为家属已经有签署 DNR， 无做 CPR 急救，一直到伊过身了后，核酸检测的结果才出来是阳性确诊，目前感染源也不明。相关的一些疫调还在进行当中那所以目前的这个活动接触史是写无因为他都长期待在家里面卧床不过实际上的传染来源还在调查当中。因为疫情有较缓和，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后礼拜可能会放零部分的防疫措施，卖请地方政府讨论实施的强度甲相关的注意事项。我们现在没有要解封，我们是有可能这个警戒会降级，那但是呢，这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这3个原则是不会变的。也若注疫苗的部分，8月19都有19万多人注射，总体人口的注射率是22.48%，注射数量的人口比是23.08%。另外，考虑研发宏泰可能会扫入来，若宣布许宏泰假，原本已经预约要注疫苗的民众，会保留权益到后一期来预约注射。预约平台保留名额给受影响的民众，但民众需要收到下一期的预约简讯后，那再进入预约平台。养人基金会甲台积电顶一日已经签约买 BNT 疫苗，外界嘛关心讲资助买 BNT 的进度如何，但市长表示，因为已经有一个模式会当参考，伊相信这个过程会进行了真顺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防疫警戒小可放零了后，伫台北市的电影院甲健身房也拢开放，不过真煞传出疫情啊！台北车头附近的京站百货商场内面的威秀电影院，就员工来确诊，今仔日拢休困进行消毒。另外，欣欣秀泰影城今仔日也宣布停业消毒，主要原因是因关系企业员工有人快筛阳性，甲因电影院的人是用共间的办公室。落尾这位员工伊 PCR 检测结果是阴性的。那讲到健身房的部分，目前沃俊台北车头迄间甲中春店拢有确诊病例去运动过，也拢有进行大消毒啊。台北京站雄雄宣布百货公司甲电影院20自主休困1天做大消毒。市府证实，19半暝有一个伫咧京站威秀电影院的员工确诊，就随做疫调还有酷热。京站的员工嘛讲，这个确诊的员工是17出现发烧的症状，19确诊。公司的话，他们完全没有通知我们有员工确诊，只有通知我们说公司要消毒。然后开业前几天是有很多员工都是使用共用的面罩，包括那个确诊的员工。这个京站威秀的确诊者是暗号15553，13、14伫京站威秀的电影院做验票的工课，13暗去坐宁夏夜市啊，14暗去新光三越南西店一馆地下室的超市，16去全联树林中正店，19下晡去大业高岛屋3点钟。这段期间，伊拢坐捷运甲公车。他的 CT 值只有13，所以民众如果有发生自己不舒服的情况，那麻烦跟1922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7个院区来做
裁剪。加站维修20休困1天做消毒，同一天新秀泰影城嘛向宣布要休困做消毒。因为秀泰下底企业乌蝶股一个新的员工快筛阳性，若 PCR 结果出来是阴性，这个员工甲秀泰部分的员工是伫同一个办公室。休困1天是要求所有员工爱做快筛。因为他是度假村这边的同仁，所以他其实就是只有走到他的办公室的座位去这样子而已。我们早上收到消息之后，我们就全部都去医院了，大概有60位。伫13未解封有条件开放了后，毋但是电影院，国内连锁的健身房嘛传出有确诊者的行踪。19是暂景店，休困3天做消毒；20中村店嘛打公告，休困3天做消毒。市府证实，这个确诊者是暗号15493，是一个皮肤科的医生。除了初7要去家乐福东安店，13早起10点外有去健身房中村店。据长春店在7月19号已经完成清消，从7月20号到22号停业3天，将会在7月23号重新开放。另外，上山户政事务所一个员工确诊，市府列明找300个人爱做体检，目前 PCR 拢是阴性。嘛强调讲，因为这个员工是主动甲主管通报，所以才会当真紧切断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今仔日有增加7个本土病例，市长郭文哲强调讲，会配合电信业者来做疫情调查。若准个案想要隐瞒行踪，上重会当罚到30万。另外，台北市规划对7月26开始要放零宗教机构一寡单位。另外，对8月开始也要补助市场业者甲外送平台合作的经费。台北市20新增加确诊7个，虽然无亲像19敢若1个，按过这7个拢是有明确感染源，2个居家隔离确诊，5个算作是家庭小位。台北市长郭文哲强调，详细疫调的感染源是现阶段上界重要的关键，会配合电信卡价，若是故意隐瞒，会罚6万至30万。从现在开始，你知道哈，凡是你确诊，那人家做疫调，那你故意要隐匿，你知道哈？要处罚6到30万，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42条。台北市政府也用台北通加其他实联制系统，针对确诊者行程前后1点钟有共同卡价民众发出注意简讯。另外，市政府也鼓励市场业者甲路边摊用外送平台营业。8月开始有细节登记相关补助6万块，若无原来有3万块。市政府总是编列4200万的预算。固定的外送的服务的平台，那么来接受这个接单，然后会有专人的这个拣货送货哈，来达到把这个传统市场也做一个转型，那么来跟外送平台来合作。台北市原来规划7月26开始未解封日间照顾、新疆照顾甲材料机构，相关机构只要工作人员第1期疫苗注射率超过8成，3个工作日前函报社会局比查，上紧26就会当复业。按过若是复业期间，也是3级警戒。新疆日间型机构服务人数上悬袂使超过服务量的1/2人数，社区式日间照顾机构是降在1对1的服务。郭文哲特别强调，虽然未解封，按过清零计划战术是无改变的。那小孩子、老人，你不给他去有一个可以照顾的地方，他怎么去上班？他在过程当中保持小心嘛，风吹草动马上调整了。所以目前我们的清零战术计划是没有改变的。因应着风台可能要来啊，台北市包含200外医疗院所加花圃精验馆进行专案注射，拢敢若排到22。若是中央医药系统第3轮注射，原定23开始，若做因为风台影响，会伫后1轮优先寄发简讯安排注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产的高端疫苗，通过食药署紧急使用授权的专家会议，会当专案来制作。高端今仔日也对外表示，经过审查评估了后，已经允准高端伫巴拉圭进行第3期临床试验。另外，也有人伫咧讲，美国伫咧审查 BNT 疫苗紧急使用授权的时阵，过程拢有录影，为什么咱台湾无呢？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每一个国家制度拢无共款，公开甲无公开拢有好处甲欠点。高端疫苗得到卫福部 EUA 的认证，上紧8月应该当少量供应。因为这届高端紧急授权是采用全球头一届有的免疫纠结，国家上无3期临床试验，而且为食药署所公布的数据，高端疫苗组甲 AZ 疫苗组的原型拄活病毒，中和抗体几何平均效价比达的95%信赖区间，上少是3.4倍，比标准要求的0.67倍较大。不过，国内专家认为，抗体无掌握是实际注射的保护力。综合性抗体的高呢跟低呢，是跟保护性有成一个正相关。
但是正相关不一定是一个1:1，就是我是你的3倍，那我的保护性就是你的3倍，不是这样。因为高端就是想用对武汉病毒的综合抗体效价来代表能够对阿尔法、贝塔、德尔塔、伽马病毒都有保护力，这个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当初就是因为高端内部的资料流出来，证实对这些变异病毒的效果可能不尽理想。学者认为高端疫苗甲 AZ 疫苗中和抗体的比较数据是3.4倍，敢若代表高端通过食药署家己制定的特有标准，高端会当开始专案制作疫苗，但是科学上的意义无大。这届高端通过 EUA 了后，互外界质疑美国当时伫审查辉瑞疫苗 EUA 的时阵，拢是专庭录影公开，是安怎台湾无？美国的那个药物审议委员会，他们要审一个药物要不要让它通过的时候，是电视直播给所有人看，任何一个委员要表达赞同还有反对，通通都要解释为什么。全部都公开，有全部公开的好处。好，那这样子一个等于是一个相对不公开，也有不公开的好处。不公开的情况，大家可以比较，畅所欲言。相关的会议记录，我们还是会去识别化的来公告。陈市长表示，即马大家看到的几个大厂牌拢是完成2期试验，进行3期试验的拢是其中报告，被授予 EUA。高端等于是2、3期连接试验，扩大2期试验的人数，过程拢会当互国际社会验证。针对外界种种的质疑声音，高端也发布重大消息表示，公司伫7月7日向巴拉圭医药法规主管机关国家卫生监督局有提出第3期临床试验的申请，经过审查评估了后，已经核准巴拉圭执行新冠肺炎疫苗第3期临床试验，目标是今年第3季完成1000个受试者的收案，第4季取得其中分析数据。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天气的问题。今年第6号风台烟花受到北边高压影响，风台的卡路可能会走向南边。气象局也讲，上紧伫拜3早起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啊。今年第6号风台烟花目前以每点钟14公里的速度持续向西过来，强度还搁伫增强当中。气象局长田明典伫面册发文表示，烟花风台北边的高气压发展了真深搁高，风台路线会搁较靠近台湾，风台行得慢，款流搁大，必须开始做风台准备。气象局预估星期3的清晨到上午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如果台风的预测方向速度还是如我们所预估的话，也预估在星期3的深夜到星期4的上午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星期5到星期6这段时间，台风直接影响情况之下，各地都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中部以北和东北部的降雨时间更长，雨势大。气象局提醒，除了北边太平洋高压强，烟花风台也伫个季风低压的中央，未来移动甲强度的变数也真济。不过目前各国预报的路线渐渐同款，因为风台会侵袭台湾。美国预测风台中心点由宜兰登陆，甲日本气象厅预测的路线真共。气象专家提醒，风台中心可能伫登陆进前会原地转势，对台湾影响时间就悠长，一定要注意。台风跟中央山脉地形产生交互作用，造成中心滞留打转的现象，在最新的预报又出现了。这个状况呢，其实会造成莲花台风在登陆前，它的滞留时间拉长，对我们的风雨的影响就会更大。天气风险气象公司是分析，对着风台晚近拜四开始，各地风雨会愈来愈强。拜5规工到拜6透早，预测是风台影响上界强的时阵。西部部沿海爱严防灾害性的强阵风，北部宜兰甲全台湾山区爱注意到大雨造成的灾情。风台速度变慢，风雨影响时间就会比较较久，一定袂使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伫咧问讲，若准是休风台假居家上班的人，敢会当休咧？劳动部表示讲，若准是劳资双方已经约定讲伫咧店厝上班，安尼就袂当停班来放风台假。烟花风台的结果继续伫咧增强，向台湾挖近。气象局预估，上紧拜3就会发布海上警报，无排除直接扫入来台湾。不过，疫情3级警戒还未解除，准若休风台假踮厝上班的民众，敢也适用唔免上班，这也引起讨论。但是如果居家上班，你就不用通勤了嘛？那不用通勤，你也不用。就没有一定要放啊。那看公司的需求吧。那如果它是台风假的话，那就可能是看是那种加班费那种东西，就是应该要给。
民众的看法是拢无共款，不过劳动部表示，准若劳资双方已经约定好势，踮厝上班，劳工袂因为风台无法度出勤，就算地方政府宣布停班，劳工就袂当用风台天停班做理由拒绝上班，若无雇主会当记控制。这毋是讲叫做放假的概念，即讲因为安全性的问题，去出去上班基本上咱就无需要出去上班啦。今仔拄着风台来，讲实在无该着啦。基本上也是爱照常来上班。因若即阵中央扩大开放65岁以上的人注意放射，有民众烦恼请疫苗注射假，可能会影响到退休金。劳动部是表示，请假的这段期间，工资甲天数拢会先扣除，未参总工资的天数落去平均，请民众放心。记者阿敏金、林玉凯台北报道。咱台湾的选手昨去到日本要参加东京奥运，所发生选手坐无人机的经济舱大旅馆，敢若是3千个饭店。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出面来回释咧，也骂讲即寡官员无应该去坐商务舱。不过世界球协戴资颖却伫网络顶头表示，饭店离比赛场地坐车敢若10分钟，这对选手来讲是上介好的安排。针对着这阵风波，也有风声讲体育署长讲要来辞职。不过苏贞昌认为讲，全部等奥运结束来做检讨。我们很对不起，很不会安排。前一天接送东澳代表团离开的行政院长苏贞昌，20个一再向外界回释咧，东澳代表团为无人机经济舱的争议，佮拖烧出大小的风波。代表团到日本了后，世界球协戴资颖抛出伊休困的饭店，甲外界报平安。羽球团住的是3星级的饭店，东京马洛德酒店。相片看得出来，房间的设备是较一般，一暗免3000块。不过，即马所标出做伙去的官员是住4星级的饭店，一暗平均价钱是5000至6000块。纵算再怎么利益良善，都应该要跟选手一个一个好好的说明，该订另外飞机商务舱就该商务舱，最不该的是官员不应该坐进去商务舱。苏贞昌讲，体育署的官员拢住伫个选手村，嘛有特别打电话给戴资颖，而且强调讲一定会追究责任。体育署表示，即届拢总有5个代表队，因为考虑比赛场馆的距离，所以无住伫个选手村。包括羽球代表队是住东京马洛德酒店，射击的是住台中马洛德酒店，高尔夫的住范能马洛德酒店。马术队住东京专日空洲际酒店，自由车队住富士河口湖饭店。也若戴资颖甲羽球队的饭店，离比赛场馆敢若有2.9公里，赛车9分钟。戴资颖讲，住伫个外口会当减少人甲人的接触，嘛较晏球场。这个住宿的地点对选手来讲已经是真好的安排。稍来会甲重点放伫个训练。也若苏贞昌强调讲，一定会追究责任。即嘛传出体育署长张孝熙已经伫个第一时间请辞。不过苏贞昌嘛指示，张孝熙现阶段应该照原本的规划，去日本协助选手，甲比赛进前的准备做好。也若专机专案的责任，伫个奥运结束了后，会摕专案报告来处理。体育署张署长在7月19号第一时间已经向我口头请辞，并同时递交书面的辞呈。苏院长指示，赛会在即，张署长应依原规划到日本来协助国手做好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总统蔡英文19伫个人面册铺文讲，对选手的安排无够用心甲大心，对选手是感觉真歹势。戴资颖老爸是干发声明讲，感谢大家的关心，希望大家会当甲重点放伫个比赛，嘛期待选手替台湾争取公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2天啊，因为奥运选手住的旅馆出现一寡争议，那准是主办单位所准备的一个选手村内面的设备是啥款的？咱也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去看卖。透过镜头，中华选手住入去的东澳选手村，伫咱国民众面前现光，才会当容纳超过18000名选手使用大量的插头，散发出插头香。配上锅顶有真高的日本味，选手村就像一个庄仔，为商店金行到铁头毛店服务，什么拢有。我要来开箱选手村啦！呜呼，这个床非常的酷，它是纸做的。这是双人房的房间，2张床，空间其实算蛮大的。选手甲教练拢认为选手村感觉袂歹，环境也真清气，尤其夜光有洗浴座的设计，互选手会当放轻松。现在来开箱选手村的厕所，哇，有浴缸哎！我印象中好像是我第一次住选手村的厕所有浴缸哎。
不过这个天花板好像真的有点低。比赛进前想要调整心情，将窗仔拍开，也可会当吹风看夜景。房间外面的部分也有一个阳台，哇，这边可以看到非常棒的 view， 这边有一个海。除了大数饮食上选手村的餐厅会当容纳3000多人，为了防疫，食饭拢有加班，24点钟服务，提供超过700种食物，予各国选手食日本在地食材。选手村也有交流广场，予各国选手底站交流。每天若讲想要访问选手，爱事先申请，请选手到指定地点，保持2公尺距离才会当访问。即马奥运伫要开幕，日本提出上高规格，要予选手食好困好，伫运动场发挥上好的状态。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海巡署今仔日伫台南外海查到一只台湾的渔船啊，船顶11个人，有8个人可能是非法移工，甲因安排去做病院的体检，竟然有7个人是阳性的。渔船啊顶头有11个人，除了7位确诊者，其中4个拢要去带一中检疫所观察。也因为Delta变种病毒伫咧传，卫生单位也唔敢大意，等咧检验讲敢是Delta变种病毒。另外，即寡移工的身份是非法移工，或者是偷渡来的，甚至有甲其他人的接触部，目前也正在做调查。新北市伫今仔日有增加6个本土病例，另外南口的三井outlet有员工来确诊，市政府也启动企业快筛甲社区快筛，这2天已經完成923個人，全部攏是陰性的。按算明仔載會完成所有員工的快篩，才會當恢復營業。未來員工若準備上班，也要有陰性的證明。新北疫情短號，單日新增加確診人數降回個位數，20新增加6個感染，1個感染源不明，已經通報台北市、桃園市、苗栗縣，其中2個確診者是新北家禽合作社的移工，居家隔離期間陰轉陽。為了確保民生物資供應鏈安全無問題，新北市長侯友宜宣布，21針對新北家禽合作社進行第5屆 PCR 體檢。那在機格當中，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員回到職場的工作前，還要再做一次 PCR。市長對所有的民生物資的這個最重要的場所，一定不斷的去做 PCR 的篩檢。南口三井outlet有員工確診，百惠經濟休館全面消毒。新北啟動企業快篩加社區快篩，2天已經完成923個人快篩，全部陰性。預定21完成所有員工的體檢，才恢復營業，並要求員工入場必須愛提陰性證明。若是確診員工是不是有接觸到顧客？新北市政府表示有公布卡價。我們目前接受這個快篩站也好，或是在現場做企業快篩的部分，得到的結果都是陰性的。新北市可能點名 AZ 疫苗出來的量是全台灣上濟。對這件代志，副市長劉浩然提出數據資料，講做出來這個疫苗數量包含特別做的數量。其實上重要的也是注射率。根據衛福部統計，6都疫苗配送是以台北市上濟配送率39.24%，新北市27.83%。劉浩然是講疫苗配到主導權是佇中央，目前上介大的問題都是疫苗不夠。一直在操作這個數字的哈，因為你的一個舉動、一句話，是影響到我們的第一線施打的同仁。很多人都說他是按着劇本走，從陳委員的辭職，到大批的更換委員，到昨天開會的過程中沒有錄影。另國產的高端疫苗通過 EUA 引起爭論，劉浩然是講，為未解封到國產疫苗緊急授權，攏是爭論的開始。中央有義務講個清楚，因為疫苗注射證明可能會變作是各國通行證，希望中央先賣着急，會當先買國際疫苗。記者綜合報道。家人伫今仔日有增加3個本土病例，一個是保險員，甲2個保險員的人客。若講到桃園的部分，今仔日有增加2例，其中一個個案伫初7到18這段期間，捌去過5間旅館。市政府也呼籲民眾講，若準去過這寡所在的人，就要自我檢測。基隆市是連續7天都是加0哦，很可惜今天我們有3例。連續幾天的家庭破功，今日市長林右昌召開記者會，宣布增加3例新冠肺炎確診，這3人分別是一名保險員，甲台北某一間補習班員工，參松山戶政事務所員工。這個個案它的職業的一個關係啊，所以接觸的人比較多，所以我們匡列了132個人進行 PCR 的一個篩檢，也擴大匡列
184人进行快筛。3例个案中，因我300例是富邦金收集团，12到15拢出入过公司，期间也坐代替区间车往来棒球，也前往台北甲新庄等地。另外2位靠近阿某也拢是伊的保险客户，其中1人伫台北某一间补习班工作，卡则以代替区间车为主。另外1位是松山户政事务所人员，是到配偶伫厝快筛前往病院 PCR 采检确诊。另外伫桃园是增加2例本土确诊个案，其中因我43例伫初1到18期间，分别伫八德区甲中立区的5间旅馆点过。他跟15407是有一些交往的这个例子哈，大概有13例是跟特殊的一个交友圈，那可能好几个交友圈之间产生出来的确诊案例。因为他回来家里看妈妈，那因此是可能的感染源15544。他是因为出现症状，那这个就医采检确诊，大致上可以判断出感染源的这个途径。除了这之外，桃园市府也补充登记3名男性确诊个案的卡者，包括中立的动物病院、药局旅馆，也有桃园的银行、平镇的大卖店等场所。呼吁卡者有重大民众一定要做好自我监测。记者综合报道。7月初2的时阵，伫咧新北市的三峡就26个人，因为这辈问题，伫咧大路边甲人相拍。这阵人唔若爱食多，卫生局也依照着传染病防治法，甲这阵人罚252万。快打警力到场，压制闹事分子，现场算看卖达到26人群聚相拍。新北三峡7月初2发生的一件集体相拍案。2排人马因为这无纠纷，野棍四围岛攻击，甚至开车冲路，一度互市长侯友宜非常生气，下令减班。警方以妨害特殊定罪以上，卫生局是以传染病防治法隆重裁罚225万，创下新北群聚开发上悬纪录。3级警戒期间，三峡区聚众伙同斗殴事件共26人，本案裁罚金额总计252万元。未成年罚6万。成年罚12万，如果胆敢再次犯的话，一定采取最高的重罚。侯友宜讲当话，只要影响治安甲疫情，绝对袂手软。也毋过全台违规群聚少连续发生，也是有不少人将禁令当作无看无听。3个月，我薪水3个月。我知道啊，可是还没结束啊。还没结束，现在我看很少了。对名越南籍移工组织伫桃园的面店食饭，警方接到检举告场稽查，姓李头家娘讲已经停业一段时间，最近疫情转好，所以同意让客来用。不过警员又愿意违反防疫相关规定，移请卫生局裁罚。次次开放来用接客，业者让客拢爱罚款。小吃店未依规定停业，且有在店内用餐及群聚行为，立即制作查记录表。并已请市政府卫生局裁除。另外，警方伫高雄的铁树工厂查获职业交场，专案性后以博缴罪以上，现场主嫌加缴客19人，违反室内群聚，警员当即开单起罚，函请卫生局裁罚。本土疫情转好，也毋过有关是3级警戒，警方呼吁遵照防疫规定，唔通自主降低警戒，正做防疫的工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期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欧洲已经是小白体，已经是变作是全世界头一个确诊人数超过5000万人的地区，平均8天就100万人来感染。特别是伫咧法国，因为Delta变种病毒关系，因的疫情是搁再举起来啊。法国埃菲尔铁塔下边人潮来来去去，看起来恢复疫情正常的生活。实际上，确诊人数依然真多。受到Delta变种病毒影响，欧洲疫情又搁开始反弹。加做全球头一个确诊病例超过5000万例地区，平均每8天增加病例拢超过100万例，和欧洲的股市大盘超过2%，是过去9个月来表现上歹的一天。La couverture vaccinale reste insuffisante dans notre pays. À l'heure actuelle, on peut constater que les hospitalisations sont reparties à la hausse, certes en partant d'un niveau très bas, mais à la hausse quand même. Plus 43% d'admissions à l'hôpital et plus 27% d'admissions en réanimation en une semaine. 英国在面对一天上济超过5万人确诊的风险之下，有关解除经济封锁令。当局在普及做疫苗之下，由 JCVI 做疫苗加免疫联合委员会评估，决定除了年满12岁
有严重神经障碍、唐氏综合症、甲免疫疾病，这儿童有资格注疫苗以外，若无18岁以下的儿童是免注疫苗。The JCVI advises that we should offer the vaccine to all 17-year-olds who are within 3 months of their 18th birthday, so we can make sure they are protected as soon as they turn 18. As we do this, we will be using the Pfizer-BioNTech vaccine. 伫法国因为已经进入第4波疫情，连续3天确诊人数拢超过1万人。当局嘛伫当地10个批准一项草案，要求还未注疫苗的民众赶紧去注。过去1礼拜已经有超过300万人做预约。另外，佮拍算要大规模扩展健康通行证的体制，出入商店、电影院这场所，爱有已经注疫苗也是阴性体检结果的健康通行证。这是目前伫欧洲各国为着下境旅行用的注疫苗所谓证明书，已经伪造集团开始伪造销售，和法国当局嘛用重罚，表示若是抓到会罚款45000欧元，差不多将近150万台票，也是3档的有期徒刑。国际新闻台视同编译。讲到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也让美国的病例甲死亡人数大大增加。大部分集中伫疫苗注射率较低所在。伫洛杉矶也开始要求民众伫室内公共场所就要挂水安。另外，加拿大有宣布讲开放注过2档疫苗的美国人入境了后是唔免隔离。Delta 变种病毒侵袭美国，已经加做境内主要病毒株，确诊病例明显回升。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表示，过去1礼拜平均确诊病例数达到3.2万例，比前1礼拜增加大约70%，死亡人数也提升到26%。大部分发生伫注疫苗率低过全美国平均的所在。This is becoming a pandemic of the unvaccinated. We are seeing outbreaks of cases in parts of the country that have low vaccination coverage because unvaccinated people are at risk, and communities that are fully vaccinated are generally faring well. 美国总统拜登顶日也表示，伫面册顶社群平台散布疫苗等假消息，等于是咧杀害人民。They're killing people. I mean, it really. Look, the only pandemic we have is among the unvaccinated. And they're killing people. 因应疫情反复，有10万人口的加州洛杉矶郡，重新要求民众，无论是敢有注过疫苗，拢爱伫室内公共场所挂嘴安。这个命令已经伫17透早生效。I just kind of think it's disappointing for the people who gotten vaccinated. You know, we were kind of excited things were getting back to normal. You know, but you know, whatever keeps us safe is the best thing for us right now. 美国完整注疫苗人口比是49.1%。加拿大开青灯，宣布为8月初9起，完整注疫苗的美国公民甲永久居民将免隔离2礼拜直接入境。此外，其他国完整注疫苗旅客9月初7起也开放入境。加拿大卫生部表示，外国旅客需要伫入境至少14天前完整注加拿大许可的疫苗，而且需要强制采检。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全世界上好嘅贝佐斯伫台湾时间阴暗9点要坐太空船去太空旅行。不过，这寡好嘅人开始太空旅行，这碳排放量算是真悬，颠倒是爱全世界嘅人来替因担当。世界上好嘢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的太空梦特别实现。伊20特别为德州一家己太空旅行公司纳小起源的新夏普特号飞进升空，参与载人太空之旅。同行的包括家己的亲兄弟马克·贝佐斯82岁女飞行员芬克，甲18岁物理系学生戴蒙。We're ready. The vehicle's ready. This team is amazing. I feel very good about it, and I think my fellow crewmates feel good about it too. 贝佐斯的出发地比太空旅行竞争对手威登金河创办人布兰森换交日，虽然目标拢是体验3-4分钟的无动力状态，行程规格无同。布兰森的唐吉河太空飞行机带旅客去到离地表88公里的大气层甲宇宙交界边缘。那些起源的无加速太空船是会超过地表100公里，方看做宇宙起点的卡门线，搁以跑步线回归地球，降落伫德州沙漠。太空旅行时代来临，珍贵的环境成本形成滚休。威登金河将布莱森送上太空短几分钟，这做出相当伦敦到纽约上无乘机票的排碳量全地球承受。威登金河的目标是今年太空飞行400摆，公司透过声明表示会尽力补偿排碳甲供应链碳卡价。
贝佐斯的纳什器官使用对地期间会当重复使用的新社破着火箭太空船使用液态氢甲液态氧燃料。烧了后，这个三相水蒸气强调造成的臭氧损失比微电金火少100倍。也毋过，生产液态氢甲液态氧也爱了真侪电力，毋是全部环保。第三回太空头人马克思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拉向9号火箭就太空一抓的排碳量，等于395摆跨大西洋飞行，伫极端气候侵蚀，即马拢是地球无法度承受。更加强调无污染的技术是后一阶段太空发展所需要的。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咱个外交部宣布，讲要伫个立陶宛的首都设一个台湾代表处，而且这是台湾伫欧洲头一个代表处，意义是真特殊。不过，这个地点目前还阁伫咧规划，立陶宛也伫咧秋天的时阵要来咱台湾设代表处。虽然讲咱两个国家之间是无邦交，不过关系是愈来愈好。欧洲国家立陶宛进行宣布要捐予台湾2万剂 AZ 疫苗。年底进前，阁要来台设办事处。外交有进展，外交部20日表示，会伫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这是自索马里兰了后第一个以台湾为名字的代表处，阁是欧洲国家第一个，对台欧关系有重大意义。是继2003年在斯洛伐克设立代表处之后，回归18年，再度在欧洲国家设立代表处。凸显台湾积极拓展与欧洲各国实质关系的决心，更是台欧关系的成果展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外交部表示，未来甲立陶宛伫经贸产业等科技领域有互惠互利的合作。目前主管也在找找适合的办公场所，准备好就会对外说明。立陶宛来台设办公室的时间是尊重立陶宛。美国在台协会也对此表示肯定，认为所有国家应该有甲台湾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甲拓展合作的自由。另外，说来去代表处是毋是拢将使用台湾名字呢？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无伫欧洲推动改名计划，深化台湾和立陶宛的各项关系是我们的主要工作。那目前并没有推动在驻欧各馆改名的这个计划。立陶宛甲台湾无邦交是中国的邦交国，不过最近甲中国关系恶化，中国是真侪摆打压台湾外交空间，进前甲亚那设办公室，就安尼破局。另外，也逼台湾主管改名，完整有7个台湾非邦交国，包含杜拜、巴纽等使用中华民国，或就是台湾名字的代表处。目前只剩15个邦交国政府咧使用中华民国，另外非邦交国索马里兰使用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县市开始甲老师做疫苗啊，不过伫台南新化口鼻国小本地拜6礼拜要做疫苗，所有民众去检举讲名单内面有11个人毋是老师，是一般的志工。市政府表示讲，若准这名册有造假，一定会处理。夜观告示牌提醒注射民众分区做好，避免群聚。20日开始，高雄有2天的时间，替全市15000个国小教职员做疫苗，注射名单都要先做切。台南有新化区真有名的实验小学，去年检举做切名单中出现不是教职员的名字，甚至有人以较菜志工的名义申报。校长后来自己当然坦诚，确实有部分人好像他过度的宽松的去解释，如果调查确实有造册不实违反规定的，教育局绝对会依规定来严惩。现在注射疫苗并不是非常困难，那这个时候实在不需要在这个名单里面做这个造假或做一些这个灌水的动作。市政府证实有这个代志，经过了解，校方面解说，这10个人是学校的志工，甲教职员、学生可能有接触，才列入名单。也不过别校的志工是讲，疫情爆发了后，一寡学校都停止服务，准讲开学校方面原来会做调整，互做过疫苗志工入来学校。也他们讲有一寡半读的服务，确实会甲老师还是学生囡仔真活。在旁边叮咛督促如果有疫苗让我们打，我们当然希望我们也可以排进去就是看学校的配套措施。就是我们尽量保护自己，我们自己没有打的话，我们就先不要进去学校。市政府是讲做切无实在部分会严格处罚，希望其他学校莫搁犯。不过这个真有名的实验小学，无人出来回应。校长私底下是讲，全部交由教育局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那总有去登记要做疫苗民众，目前是轮到第3口，上紧伫拜五的时阵就会当去做啊。不过伫台中第7类的公车司机要到1700人，虽然是有列出名单出来，说到但也是有缘无通做。公车一到位，民众旅客上车落车，坐公车通勤已经变成台中市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属于第7类注射疫苗对象的台中市公车司机，各单拢也无疫苗会当做。防疫做好，然后有打疫苗，确实是对我们比较好啊。可是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要工作啊，对啊，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啊。民众有无同款的反应，但是对于全台中1699位头一线出勤的公车司机来讲，厝内人是家己心内上软的一块，只会当靠自我消毒来保护，而且来上网预约注射疫苗拄运气，看会当会早一点啊来注到疫苗无？会一直跟我反映说，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打疫苗，其实他们坦白讲，他们回到家，他们也是要尽快清洁，因为他们也很怕，假设有什么病毒，他们会怕。假设万一有什么状况，他们也会担心家人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子。台中市交通局表示，6都当中只剩台中的公车司机也未注疫苗，中央无准备专案，市府是已经甲市内17间业者的司机员做测，等待交通部来配疫苗，但是各单有完无消息。正式的发文3次，从6月份一直到7月，那陆续把这个相关甚至造册的名单都发文给中央。那我们希望中央能尽速的这个同意我们台中市的相关运输业第一线从业人员可以拿到第7类的优先施打对象。如果已经是在我们的类别里面而且也造册同意的，那我们尽量会协助他们打得到。台中公车班次虽然有减班，但是司机无因为严重的疫情来拒绝开车，逐工是冒险载着4过来的民众。司机若会当注射疫苗，降低感染的风险，也会当顾到公众的利益，早一日解除防疫的困扰。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讲到这疫情影响到民生经济，行政院敢有可能照旧年的模式发展新管理？就在野党和民间团体认为讲，政府爱发现金先救人，才法度救经济。行政院敢有要照旧年3倍券的模式，搁发振兴券来救餐饮、旅游等等业者受到真侪关注。不过，搁有一派认为应该普发现金，先互民众摕到救命钱，再来考虑救经济。把20%高所得者排除之外，是应该要做这样的一个全面性普发，让劳工跟弱势者不要再被制度成为纾困孤儿的。这个状况哈，台湾无条件基本收入协会嘛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现金纾困经验，认为发现金是上紧、上简单的。对于缺乏现金的人来说，拿现金去购买日常必需品，那这个现金对他来说就是纾困。非常需要依靠金流来周转的话，那这个现金就是他维系企业经营的命脉。目的是要刺激内需，要去帮助这些景气受难景气不好影响比较大的行业的时候啊，那这时候发现金的话，未必能够真的是会全部用到这些内需的这些方面。不过立法院民进党团表示，各部会拢有各种纾困措施，予民众申请。今马上重要是救类似型产业，无若都愈侪人失业，要发多一款就要考虑上大的效益。记者陈嘉文调随采访报道。对今日开始，中央政府开放民众会当做戏答谢声明，不过演出的过程当中袂当有观众。这个条件一公布，不管是公庙或者是剧团，拢认为这寡限制是真歹做较到。伫南部的公庙、剧团甚至是学者也拢做伙联署，希望中央政府就要调整，让民间有生存的空间。信徒提香参拜，拢保持安全距离。5家龙兴宫妈祖庙是高雄第一间开放参拜的庙寺。宗教未解封，即马嘛开放写新表演的会当伫庙埕空旷所在，毋过袂当有观众。龙兴宫认为这有困难。人啊来坐，有人来表演，一定我来看，你嘛无得去甲赶，伊讲。我来徛空啊！你敢唔知伊个赶啊？无可能嘛！庙寺甲民俗艺文团体拢咧等26中央宣布降级，
就算是降级，有团体嘛烦恼，这半冬庙口甲所有的表演已经延后取消，无可能真正的恢复。因希望政府斗相共。艺文表演节目是不是会使改为改做这个录影方式，不要延后或取消？希望8月了后红利降级，当校园重开，像咱钟委员所提出的，到校园艺术巡演。歌剧团有基本的营运，演员有工作机会。文化部长李永德表示，期6会开放户外有观众的表演，只是人数搁咧讨论。南部民俗艺文团体目前当咧联署，希望不管是3级也是2级，指挥中心会当放零宗教活动的条件，互因加减有表演会当生存。记者陈嘉文、赖伟哲高雄报道。交通部伫10月暗时公布台铁道路局自强号行政调查报告，时代力量今仔日开记者会批评，讲这个报告内容拢是咧讲包厢有偌济责任，台铁煞做一个无事人啊。嘛有家属表示讲，台铁对因的态度是无要无紧的，真侪交通部的决定甲消息，拢是看到媒体报道才知影。交通部10月暗时公布台铁达洛克号行政调查报告，有罹难者家属认为，这份报告伫5月底就已经完成啊，煞到7月份才公布是真不满。替部分家属召开记者会，时代力量嘛批评报告内面台铁敢若要背离责任，互人看无台铁要改革的决心。拿出一份和解书，和解书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一个字都不能改，然后告诉大家说，每天已经有很多人签了委员之间的和解书了那大家要赶快来签那签了之后呢，就由台铁来负责来告这些包商，仿佛台铁完全都没有责任一样。罹难者家属组织的自救团体表示，台铁对家属的态度是真凊彩，真侪消息家属拢无法度伫第一时间知影。其实每一次家属获得什么资讯，都不是台铁直接告诉家属的，台铁跟家属之间有一个群组，但是我刚刚讲到的1570这个数字，家属是从媒体报章杂志上得知的。那你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家属跟官员的这样的100多人的群组里面，告诉家属，我部长非常在意你们的心理感受，所以只要不违背法令，我们先来讨论一下。那有结论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告知大家。交通部讲，关怀慰问家属的工作拢一直有咧进行。部分家属反映无事先通知就公布，交通部会来改进，卖参考家属的意见来检讨改革代替。记者郭北根、郑派文台北报道。东京奥运是延后1年举行，不过选手因的准备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咱台湾5月过后，本土疫情搁再夹起来，选手是袂当离开国训中心。这段期间袂当见到因厝内面的人，因的心理也爱做调整。试探对手想要压制，穿白色服装的柔道国手杨永伟展现爆发力甲伊的流量。2018年亚运铜牌伊，经过3年训练，将头一遍进攻奥运。会兴奋的，因为这个也是我从小的算是一个梦想。我觉得在自己的激励以及技术，还有在组织一些技战术的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都是有在加强的，而且也看到自己的进步。那我觉得心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最想要见的就是我妈妈，都没有时间可以回家看她，然后都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家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长时间袂当返厝，冬奥回国了后，还有10时加7个居家检疫加自主健康管理，上紧8月底才会当甲厝的人见面。国训中心6月底有开恳亲专案，却是敢若6个教练加选手提出申请，同意让这些家属来到国训中心的外面所住的一个饭店。那这些家属都必须前一天来做了 PCR 检测是阴性之后，才同意让我们的选手出去跟他们的家长来见面。没有做泡泡恳亲的部分，因为我担心就是妈妈一趟这样下来会增加染疫的风险。迎接奥运为100多天变400多天，国手这么长的辛苦训练，都要到最后展示力的所在。因毋望到时阵现场会当有真好的发挥，才健康回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让民众有快筛知识，中华县特别成立全国头一个家用快筛咨询站，透过医疗人员的指导，让民众会当家己来做快筛。民众听医护人员的指示，一步一步完成体检。阿伯，你安尼袂准哦，阿伯，安尼袂准哦。中华县成立全台湾头一个快筛 DIY 卫教咨询站，透过医疗人员的指导，教民众正确完成体检。是有护理师在的时候很安心，而且他会协助你，他就是帮你选正确的角度，让那个裁剪棒进到你的鼻子，就会觉得准确率会比自己在家使用的时候更好。目前快筛卫教站设伫彰化市成功停车场，服务时间是拜一到拜五下晡4点至6点。若是经过医师转介，是免费体检，也提供民众自费的卫教咨询。咱即马因为开始要微解封啊嘛，其实微解封嘛爱有一寡主动监测的这个机制才袂讲真正有这个病人是无发现，所以有专业的护理师来甲你教叶建平表示，民众若是体检阳性，请赶紧前往县内12间医疗院所做 PCR， 若阴性，同款爱做好个人防护参自我健康管理。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为着要方便即时爱上班的民众会当注疫苗，嘉义县目前有设35个疫苗注射站，嘉义县是希望讲拼一天会当注到1万档。医师上班的民众下班了来到暗时注疫苗的接种站，都感觉真方便。很好啊，因为我们上班的只有5点以后才有空啊，这个时间刚好啊。我嘛是顾囡仔，顾到即马，阮新妇下班我就会当来啊。嘉义县19开始，伫全县18乡镇开办暗时注意放射的服务。县长表示，希望7月底会当达成中央要求25%的注射率，让大家在整个登记的时候那挑施打地点，那有更多的方便性，按照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大家可以去做挑选，所以当时就特别设计，那开放了35个夜间施打点。打完刚好回家休息，就是刚好。到明天早上又可以去上班。目前嘉义县已经注意放射人口比率21.5%，全县35场夜间注射，佮加上日时注射数量，暗算一天上济当做1万档。卫生局呼吁民众，即马政府有开放18至50岁的人预约注射，请民众爱记得预约。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会去过冬的纸斑蝶甲青斑蝶最近出现伫台东的初鹿牧场，咱也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看卖。台东县初鹿牧场，一个步道路边的草丛，目睭就蝴蝶飞来飞去。牧场自早大解封，地皮又开入来，感受到蝴蝶伫身躯边飞来飞去的情形。解封之后啦，第一次出来玩，还蛮开心的。初鹿牧场表示，因为园区正规牌，高速负责人即马开花才吸引因过来。不过今年数量特别多，可能是牧场关2个月。无人为干扰，让人的数目更较多。是刚好碰到这个疫情，然后整个游客的数量都没有的话，让他们这个自然的环境，然后更让他们吸引他们过来。纸斑蝶甲青斑蝶是世界上真少看到的大冬型蝴蝶，春天会为台湾南部甲东南部北返。不过即马是热天，台东县哪会出现咧？专家讲，这一批是大冬斑蝶北返了后留落来的后代。6月到7月有通羽化，因为走找下一个生态点，多牧场各种因需要蜜源食物，才会去因暂时留落来补充营养。夏季的这些紫斑蝶跟小纹青斑蝶呢，它需要补充它的这个营养以及这个形成费洛蒙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素赵仁峰表示，热天全国各地拢真高温，这一批纸斑蝶甲青斑蝶无耍鱼的方向性，无一定会过登去北平的生态地。过去也捌发现标红的纸斑蝶，就留伫台东的记录。这2礼拜可能拢会伫牧场看到因的身影。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3度。
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3度。也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